Hello，大家好，我係 Cocoly 嘅 Cyrus。Hello，我係阿 Wing。大家嚟沖繩玩，其中一樣嘢唔可以錯過，當然就係 shopping 啦。我哋之前拍嘅購物系列影片都好受歡迎，真係好多謝大家觀看啊！以前作為補習老師嘅我，知道啲學生咧好中意睇精讀筆記，因為可以慳翻啲時間啊嘛。我當然都知道作為遊客嘅大家會想以最少嘅時間就知道沖繩有邊啲購物熱點，有咩特別，有邊啲嘢買。所以咧，我哋就濃縮介紹沖繩各個購物熱點，等大家可以最少嘅時間已經將沖繩購物熱點一覽無遺。去片之前，如果未訂閱我哋 channel 嘅朋友，記得要訂閱翻啊！我哋係專門分享沖繩同埋日本旅遊資訊，以及喺在地生活點滴。訂閱咗記得要開翻通知小鈴鐺，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影片啦。首先，我哋講下大商場先啦。第一個介紹嘅購物熱點就係沖繩最出名嘅大商場 Icon Eon Mall，佔地面積約為20萬平方米，約有235間店鋪。單以佔地面積嚟講，係沖繩最大嘅商場，行幾個鐘都未行完啦。呢個商場最大嘅特色係有一個水族箱，嚟到嘅時候已經可以感受到沖繩氣息啦。至於呢個商場有咩特別嘅鋪頭呢？其中一個最具標誌性嘅就係 Pokemon Center， 好多粉絲嚟到都會朝聖㗎。而且沖繩唯一一間 Monbel 亦都喺呢個商場裏面。除此之外，亦都有好多服裝店、手信鋪，對大部分遊客嚟講都係一個十分好行嘅商場。推薦指數5粒星啊！另外提大家，其實 Eon 度咧係有5% 嘅折扣券嘅，喺全沖繩嘅 Eon、Mass Value 超市同埋藥妝店咧都可以使用。等你就算唔喺 Wycombe 度咧，走到去東南西北都係享受5% 優惠。大家嚟到嘅時候記住留意一下啦。第二個介紹嘅購物點咧就係 Parco City， 商場面積咧有6萬平方尺啊，約250間店鋪，係沖繩最多鋪頭嘅商場。我哋自己亦都好中意行呢個商場嘅，因為呢個商場咧相對上比較年輕啦，有唯一一間而且係比較潮流化嘅運動用品店 Oshman， 亦都有好大間嘅 North Face 專門店。另外仲有而家人氣嘅 Chiikawa 同埋竹 Bear 專門店啊。最底嘅生活百貨店 Tokyo Hands 咧，亦都好大間，好好行。呢個商場仲有好推介嘅地方就係 Food Court 啦，因為咧可以直接面對住海景食嘢，超級正啊！至於 Food Court 出邊咧個空地成日都會舉辦唔同嘅市集啦，所以咧成日都有新鮮感。如果大家嚟旅行嘅話，記得要行 Parco City 啦，話唔定咧會撞到我哋啊，因為我哋每個星期都喺呢度噶。推介指數係5粒星。再去到介紹嘅就係疫情期間新開嘅商場 Eos。呢個商場咧雖然唔係好大間，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香港人成日嚟日本行嘅 Uniqlo、GU 呢度都有。有啲人唔明點解香港有，嚟到呢度仲要行呢？因為呢度平啲，再加埋免稅，分分鐘打個7-8折啊！另外，大型運動用品店、藥妝應有盡有，係幾方便嘅。我哋最近去嗰次亦都新開咗一間貓 cafe，行到攰嘅時候可以中場休息玩下貓，又加分啦。而且呢個商場咧隔離就係沖繩新式精品水族館 DMM 水族館，呢個水族館好靚㗎，好適合打卡，我哋都好推介。整體而言 Eos 我哋嘅推介指數係4粒星。之後去嘅咧就係那霸市中心嘅 Main Place 啊，呢個商場咧我哋以前冇車咧成日都會嚟㗎，因為咧距離單軌站只係5分鐘嘅路程，所以咧好適合唔自駕嘅朋友。呢個商場有超過100間商店，遊客最中意嘅 ABC Mart、Tokyo Hands、Muji 等等都有嘅，而且有好多潮流女裝入牌啦，包括 Lori Farm、Earth Music、Discordo、Castan 等等，所以咧都好適合女仔去行㗎。我有時咧都會特登去呢個商場行街。原本咧推介指數係3粒星，但係因為真係好方便不自駕嘅朋友，所以呢度有4粒星。下一個就係 Main Place 附近嘅名牌用品商場 DFS， 呢度匯集咗超過130個國際品牌，包括 Chanel、LV、Dior、Prada、Gucci 等，提供時裝配件、手錶、珠寶、化妝護膚品同埋香水各種商品，同樣地都喺單軌站隔離，所以好方便。但係咧，因為我哋冇買名牌嘅習慣，所以好少去呢個商場。咁推介指數咧就不予置評啦。再講嘅商場就係位於國際通嘅劉某百貨，交通非常便利，距離單軌電車縣廳前站咧僅需1分鐘嘅路程。呢度有好多知名嘅品牌店鋪，包括 Fan、Plaza 呢啲咧提供時尚服飾、家居用品、美妝產品等多種商品。至於美妝品咧，更加係琳琅滿目，好適合中意買化妝品嘅朋友啊！此外咧，2樓有一個專門賣沖繩特色製品嘅樂園百貨店，嗰度咧都好好行，好適合買手信。順帶一提，地下嗰間曲奇鋪咧好好食嘅，我哋成日都買嚟食。但係如果自駕遊嘅朋友要留意啦，呢個商場嘅停車場成日都要排隊。如果揸車嘅話，唔想等車位，可以俾少少錢泊去附近嘅收費停車場。
整體而言，推介指數3粒星啊。講完商場之後就到特賣場，沖繩咧只有一個 Outlet，就係 Ashibina Outlet，鋪頭數目咧超過100間。雖然以 Outlet 嚟講規模唔算好大，但大家經常行嘅鋪頭都有，包括 Nike、Adidas、Champion、Columbia 等運動鋪頭。另外 Gucci、Coach、Polo 等名牌用品店都有，提供時尚服飾、包包同埋配件。雖然我哋覺得咧，相比其他 Outlet 已經算細㗎啦，但好奇怪，我哋每一次都可以買到嘢，所以大家咧有時間可以去行下，話唔定有斬獲。推介指數3粒星。之後就由我呢個 Sporty Guide 介紹下沖繩大型運動用品店啦。首先就係 Sporty 鋪，喺沖繩合共有3間分店，每一間都好大間，好好行，匯聚咗各大嘅運動品牌，應有盡有，而且都分咗好多唔同嘅區域，好似跑步用品、籃球用品、足球用品等等分門別類。有時特價起上嚟咧，亦都好吸引，分分鐘仲平過 Outlet 啊！所以我哋成日都會嚟行。推介指數4粒星。另一間運動用品店就係 Sportcereal。呢一間大型運動用品店同 Sporty 鋪定位差唔多，同人哋都係有3間分店，但相比 Sporty 鋪呢間特價嘅時候相對冇咁吸引，所以我哋通常都係行 Sporty 鋪多。推介指數3粒星。如果大家想買啲潮流啲、特別啲嘅運動用品，除咗周圍都有嘅 ABC Mart 之外，我哋好推介都係唯一一間嘅 Osman。呢間運動用品店喺 Parco City 嘅3樓，匯聚咗好多知名嘅運動戶外品牌，好似 North Face、Columbia 等。提供高品質嘅戶外用品同埋服飾裝備，相比其他運動用品店，呢間嘅價錢明顯地比較貴啲，但產品都更加吸引。而且有時候其他運動用品店揾唔到嘅嘢，呢間都有。正好似我沖繩好難揾到嘅赤足鞋，但呢間都竟然有。而且每逢有朋友嚟，我哋都會帶佢去行，佢哋都幾中意，所以推薦指數係5粒星。講完運動用品，再講嘅就係受歡迎嘅男女裝。我哋最主要嘅會介紹4間，其中一間就係工裝牌子 Redman。Redman 喺沖繩合共有9間分店，提供各種高機能嘅戶外服裝、工作服、運動服同埋休閒服，適合唔同需求嘅顧客。佢哋最大賣點係性價比超高啊！往往只需要大概100蚊港紙就有一件好舒適嘅衫，分分鐘仲平過上淘寶啊！上年佢哋仲喺 YCon Year Mall 嗰度開咗間 Redman Girl， 服裝更加時尚同埋休閒，係我哋好中意嘅工裝牌子，所以推介指數係5粒星啊！第二間介紹就係 Shimamura， 係全日本最大服裝店，有超過2000間分店，喺沖繩亦都有9間分店，同樣地價錢實惠，性價比極高。不論男裝、女裝、童裝應有盡有，而且衫褲鞋襪都齊全，款式亦都比較大眾化，令到人有一種尋寶嘅感覺。童裝好多都係有卡通款式啦，所以好合適一家大細行街。推介指數有4粒星。第3間就係童裝牌子西松屋，喺沖繩有12間分店，提供各種嬰兒同埋兒童服裝、鞋、玩具、尿片、奶樽、BB 車。呢度商品種類好豐富，咩都有，涵蓋由新生 BB 去到學齡兒童，各種需求你都可以滿足到啊！鋪頭最主要係行平價路線，幾百日圓已經有一件衫啦，超級抵。推介指數係4粒星啊！第4間都係童裝品牌 Birthday， 沖繩有4間分店。同西松屋唔同嘅係 Birthday 係行比較高質嘅路線，款式比較精緻，貨品價錢亦都相對上貴少少。媽媽應該會睇得好開心，唔願走啊！基本上都係涵蓋到 BB 去到學齡兒童各種需要，所以好推介俾大家。推薦指數4粒星。介紹咗咁多購物熱點，如果大家想最方便快捷穿梭於咁多個商場購物熱點之間，咁嚟沖繩記得要自駕遊啦。因為沖繩嘅公共交通工具好落後，自駕遊方面快捷得多。如果大家想租車嘅話我哋 Kokori 亦都有車出租啦。無論係小型嘅 K 卡、SUV、700人車或者係越野車都好，應有盡有。最緊要係中文溝通，大家旅程上有啲咩問題都可以輕易揾到我哋都會盡心盡力幫大家解決。跟住再介紹嘅就係一啲區域性嘅購物熱點。首先就係為人所熟悉嘅國際通啦，呢條係那霸市最熱鬧嘅一條街。全長1.6公里，充滿咗各種商店，包括時尚服飾啦、紀念品、藥妝、百貨公司。你可以喺呢度揾到好多沖繩嘅各種特產同埋紀念品啊，絕對係一個買手信嘅好地方。而且亦都有好多好特色嘅美食，好似沖繩麵、豬肉蛋飯團啦、煲燒嘅雪糕同埋屋台村等，係好多遊客嚟沖繩必去嘅地方。順帶一提，國際通嗰間 Donki 好大間，好多嘢買，係我哋覺得最好行嘅 Donki。整體而言，國際通嘅推介指數係4粒星。
之後再介紹嘅就係美國村啦。美國村位於北谷丁，呢度好多建築物都係美國風格建成，係一個充滿異國風情嘅購物同娛樂區，有好多時尚服飾店、生活雜貨店同埋紀念品店，等你可以盡情購物。喺呢度你可以發現咧好多除咗沖繩以外美式嘅元素。除此以外啦，呢個區域咧仲有好多好嘢食，日式燒肉、西式咖啡、夏威夷風情餐廳應有盡有，都好受遊客歡迎。推薦指數係4粒星。繼續介紹嘅購物區域就係兩個唔同嘅陶瓷村，因為沖繩嘅陶瓷好出名，中意藝術文創嘅朋友就唔好錯過啦。第一個係位於國際通附近嘅戶屋通陶瓷街，呢度匯集咗好多陶藝工作室，有唔同陶藝家嘅作品，從日常使用嘅餐具到藝術品應有盡有。地理位置方便，而且風格種類繁多，推介指數4粒星。另一個區域就係位於獨谷村嘅陶瓷村，呢一個係沖繩最大嘅陶器之里，約20間陶藝工房，充滿咗傳統工藝嘅魅力。每一間店鋪都有獨特之處，雖然地理位置冇咁方便，但係工藝品亦都好吸引，同樣適合陶瓷愛好者。想悠悠閒閒嘅話，嚟呢兩個地方就好啱啦。推介指數4粒星。之後我哋咧就嚟到介紹尋寶店啦，二手賣場。沖繩嘅二手賣場咧最主要有幾間，分別係漫畫倉庫、Second Street、Heart Off、Book Off 等。呢啲二手賣場咧同樣地應有盡有，不論係家電、名牌包包、服飾、書籍、DVD、電子用品，咩都有。有唔少遊客嚟到日本會專登去呢啲二手賣場尋寶，因為話唔定會發掘到一啲性價比超高嘅商品。但由於咧每個賣場嘅貨品同質素都唔同，真係需要大家去尋寶咁樣去揾。所以我哋呢度咧就唔特別評論個別嘅推介指數啦，大家可以從資訊欄裏面咧揾到啱啱所講嘅二手賣場嘅資料。下一個我哋講嘅就係生活小型家品，唔知有冇人好似我哋咁呢？旅行嘅時候好中意行一啲生活小型家品鋪頭，為屋企增添自己中意嘅小家品。望翻嘅時候咧，又有旅行嘅回憶。首先咧，我哋介紹就係 Today OK 呢間家品店，喺沖繩有2間分店，各式各樣嘅家品都有，主打性價比高。推介指數3粒星。至於另一間介紹就係 Max Plus Awase， 呢間係其中一間 Today's OK 分店隔離，有好多精緻日本製廚具用品、家品雜貨，好多產品都係質素超高，但價錢咧就相對上貴少少啦。我哋咧民宿有好多唔同嘅用品都喺呢度買嘅，推介指數4粒星。再貴啲嘅話就係位於那霸嘅 Marjo， 呢間嘅產品真係超精緻。大部分產品都係日本製，啲凳仲要有專屬嘅 number， 一盞台燈要幾千蚊港紙。但係鋪頭裏面咧嘅嘢真係靚，可以講除咗貴之外咧都冇咩缺點，只係心中富有嘅我買唔起，所以扣咗1粒星。推介指數係4粒星。最後一間小型家品店係超級尋寶店，位於獨谷村嘅地球雜貨。呢間鋪頭好特別，鋪頭面積好大，各式各樣嘅貨品乜都有，好多都係擺設，好多都有東南亞風情。如果開間東南亞餐廳嘅話，喺呢度買擺設真係好啱啊！但可惜我哋唔太識得欣賞，推介指數2粒星。最後講嘅就係我哋都好中意行嘅生活雜貨店。Cyrus 咧成日笑我喺入邊買好多無謂嘢啊！其中最為人所認識嘅就係百元店 Daiso 啦，大部分貨品都係100N，各式各樣嘅生活貨品都有。其中喺沖繩最大間咧就係喺 Icon Eon Mall。有2層，慢慢行嘅話咧，可以行翻1頭半個鐘啊。Daiso 嘅高質支線 Standard Product 而家喺 Raycom 同埋 Parco City 2個商場都有分店，貨品更加精美，價錢咧就貴少少啦。同樣地都係我哋好中意行嘅雜貨鋪，2間推介指數都係4粒星。另外仲有 Freecon 300N 店都好受歡迎㗎，貨品換得好快，成日都有新 product。我哋咧自己好中意呢一間嘅設計感，每次行都可以買到嘢翻屋企啊！推介指數4粒星。至於大間啲嘅生活雜貨店就係 Tokyo Hands 同埋 Loft， 基本上大商場都會有佢哋嘅分店，但係分別就係 Tokyo Hands 面積比較大，貨品數量比較多，所以推介指數係4粒星。但係沖繩嘅 Loft 咧分店就比較細，貨品數量比較少，推介指數3粒星。最後講埋香港冇嘅大型生活雜貨店，我哋原本以為呢一類型嘅鋪頭咧都係本地嘅人行多，但係我哋成日去補充民宿用品嘅時候咧，都會發現咧有香港人或者台灣人咧嚟行，所以我哋咧都介紹埋，等大家中意嘅話可以去行下。分別係馬騮仔 Migman 同另一間 Cans， 呢2間咧都超大型，基本上大部分屋企裡面嘅嘢咧都可以呢度買到。又或者如果大家中意露營嘅話咧，都有好多露營產品。對於香港人嚟講，呢類型生活雜貨店咧應該好新奇，因為香港冇呢個 size 嘅家品店。
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去望望行下。兩間對遊客嘅推介指數都係3粒星。我哋今日一次過推介咗好多沖繩嘅購物熱點俾大家，只要你想買嘢、中意買嘢，我相信今次嘅介紹一定幫到你。呢啲都係我哋平時會行嘅地方嚟㗎。如果今集反應好嘅話，我哋嚟緊亦都會推出購物嘅超市篇同埋藥妝篇等等。所以如果大家中意呢個系列，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嘅團友啦。另外，如果有咩購物熱點係上面冇講，但係大家又覺得好推介嘅話咧，都可以喺留言區留言分享俾觀眾朋友。今集就到呢度為止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拜拜。